本局咧搗破咗一個以高薪利誘到外地工作嘅犯罪集團，咁當中咧係涉及9名嘅本澳居民，當中包括8男1女，年齡層係由未成年啦去到中年嘅。咁本局咧喺呢個案件中咧就拘留咗6名嘅集團成員，咁當中係包括有2名嘅骨幹成員嘅。我哋司警局咧先後咧接報咧有9名本澳嘅居民咧，被人咧招募咧前往咗中國台灣咧從事呢個電信網絡詐騙嘅犯罪。咁佢哋喺當地咧被犯罪集團咧充當咗投資詐騙嘅犯案嘅車手，咁即係咧負責向當地嘅被害人咧收取詐騙嘅款項，而犯罪所得嘅款項咧即時會轉交咗犯罪集團嘅上線成員嘅。上述所講嘅參與者咧喺犯案過程裏邊咧被當地嘅執法人員咧拘捕，最終咧亦都俾當地嘅司法機關咧判處咗3個月至8個月嘅不等徒刑。現時咧已經有4名嘅參與者咧更係刑滿獲釋啦，翻嚟澳門㗎啦。咁司警局反詐騙協調中心喺度呼籲全澳市民啦，切勿輕信網上又或者陌生人聲稱嘅招聘信息啦，以防被詐騙金錢啦，又或者危害到自己嘅人身安全。